今仔日是元宵，这中华着一间幼稚园呢，特别伫咧元宵即天举办拜年活动，结合着台语的教学，教囡仔人来唱歌、人师讲好话，热烈过年，过当传承无记。 虽讲拄着落雨天，但是也袂花这阵囡仔的热情，大家大声唱出12新秀的囡仔歌，佮有热烈的人师表演。唱歌跳舞也无够，囡仔人手提瓜子、土豆、花粿甲菜头，一人讲一句好话。土豆，互你食到老。菜头，互你新年好菜头。 即阵学校拄开学，就当着上元节，是元宵，嘛是小过年。中华有幼儿园举办拜年活动，透过台语囡仔歌、趣味的吉祥话，互囡仔人认捌过年过节相关的传统风俗。 今仔日嘛是元宵节咯，小朋友一边一咧读册，然后一边会当活各种的学习的这种元宵节的活动。咱拢会伫咧即个节庆的时阵，互小朋友会当学着咱民俗的台语的讲法吼。比如讲过年时，咱就会教囡仔来做一寡来讲一寡拜年的话，小朋友就会当伫咧咱的生活中，会当学着台语，用个甲咱的教学啊融合伫咧咱的 教学内底，学校表示，幼儿园的囡仔即阵当是学语言的黄金期。学校除了配合节日安排台语活动，也会透过种菜、食面这的生活经验，来教囡仔人讲台语，营造浸水式的语言环境，互囡仔人会当自然开嘴讲台语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